我咧叫陳瑞平，咁咧就我有個細仔嘅，佢喺4年班就入咗嚟播道兒童之家，咁一住就住咗6年，直到中4嗰年就正式離院返咗屋企。咁當時咧，因為屋企咧發生咗一啲嘅變化，而且個仔咧佢有 ADHD 嘅，咁當時就社署社工介紹播道兒童之家係一間好好嘅院舍，但係咧要起碼排1-2年嘅，咁即係我哋當時心裏就有準備啦。咁點知到一個暑假2個月之內就有通知話有位俾我哋入咗嚟播道兒童之家。咁呢個係一個恩典嚟嘅，係神咧係好顧念我啦，好體恤我嘅需要啦。喺呢6年裏邊咧，播道兒童之家嘅家長們啦、同工啦同埋社工啦，就好似神派俾我嘅天使，幫助我可以做到盡媽媽嘅責任。記得有一次仔仔講翻俾我聽啦，佢喺家舍裏邊瞓唔着覺，掛住媽咪。咁呢度嘅家長哥哥咧，佢會陪住佢，同佢傾心事啦，同佢傾偈啦。每次播道兒童之家有活動咧，佢都邀請我一齊參與。咁咧喺呢個過程中咧，俾我可以同個仔一齊去參加活動啦，好似旅行啦、1日遊啦，好多呢啲機會係我自己俾唔到佢嘅，播道兒童之家就俾到我哋一齊可以有啲好多親子嘅活動嘅時間咯。我哋呢6年雖然時間看似係相處少咗，但係咧換嚟咧，我哋嘅關係係好咗。我哋咧都有彼此都有珍惜，大家都有珍惜嘅，就唔使日日對住有摩擦啦。咁呢個係對我都好大個安慰嘅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